路易斯·咸美頓 （Sir Lewis Carl Davidson Hamilton） 係英國一位 F1 賽車手，亦係 F1 歷史上第一位，而家都係唯一一位黑人車手。佢而家效力法拉利車隊，成就方面毋庸置疑，係 F1 歷史上最成功嘅車手之一。講返佢細個嘅時候，咸美頓喺1985年1月7號喺英格蘭哈特福郡嘅史蒂文納治萊斯特醫院出世。佢媽媽係英國白人，叫 Carmen Labalestier， 老豆 Anthony Hamilton 就係英國黑人。佢屋企人喺1950年代由格瑞瓦達移民過嚟英國。咸美頓阿爸阿媽喺佢2歲嗰陣離咗婚。一開始佢係同媽媽兩個異父異母嘅姐姐 Nicola 同 Samantha 住，但到咗12歲嗰陣就搬咗去同老豆住。一齊住嘅仲有繼母 Linda 同患有腦麻痹嘅細佬 Nicholas。咸美頓細個係喺一個天主教家庭長大。咸美頓細個係喺一個天主教家庭長大。去到1991年，咸美頓老豆買咗架遙控車俾佢玩，係佢第一次接觸到賽車。第2年，佢就參加英國遙控車錦標賽，仲攞到亞軍添。佢自己都講，嗰時我用架遙控車同啲大人鬥，真係好開心。見佢咁鍾意，佢老豆喺佢6歲嗰年送咗部真卡丁車俾佢做聖誕禮物，仲同佢講，只要你讀書唔鬆懈，阿爸就會一路支持你追夢㗎。不過佢阿爸本身係 IT 經理，工時長，根本冇咁多時間陪佢去比賽。為咗陪到咸美頓參加每一場賽事，佢老豆索性辭咗份工，轉行做 freelance， 仲試過一個人打3份工，只係為養起個仔嘅賽車夢。後尾佢阿爸自己開咗間電腦公司，仲做埋咸美頓嘅經理人。咸美頓以前喺 Stevenage 讀中學，讀嘅係一間天主教資助學校，叫 John Henry Newman School。除咗賽車，佢都鍾意踢波，仲入過校隊踢中場。佢隊友就包括咗後來做英格蘭國腳嘅 Ashley Young。咸美頓自己都話，如果冇機會入到 F1，可能會變咗做足球員，又或者板球手，因為呢2樣都係佢細個時候最鍾意嘅運動。到咗2001年2月，佢就入咗劍橋一間預科學校，叫 Cambridge Arts and Sciences， 繼續讀書。講返佢賽車生涯，咸美頓8歲就喺黑麥莊園 Rye House 嗰條卡丁車賽道開始參加比賽，冇幾耐就開始贏唔少賽事同埋啲細路級別嘅冠軍。去到10歲，佢就大膽走去揾麥拿倫老細丹尼斯 Ron Dennis 攞簽名，仲同佢講 ：Hello， 我係 Lewis Hamilton， 我啱啱贏咗英國錦標賽，有一日我會揸你哋嘅 F1 賽車。丹尼斯當時就喺佢簿仔度寫咗：9年後打俾我，到時我哋會安排好晒。之後冇幾耐，咸美頓加入咗 Martin Hines 嘅 Zip Young Guns 卡丁車隊。到佢12歲嗰陣，駕駛技術已經勁到嚇死人，連英國博彩公司立博 Ladbrokes 都開咗賭盤。如果佢喺23歲之前會贏到 F1 分站冠軍，就1賠40。仲話如果佢25歲之前拎到世界冠軍，就1賠150。講真，幾誇張都好，最後都成真晒。咸美頓一路由細路級別打上去，1997年升到 Yamaha 青年級別，順利攞到 Super One 系列賽冠軍。到咗第2年，丹尼斯果然冇呃佢，真係打電話俾佢履行承諾，咁就將咸美頓簽入麥拿倫車手發展計劃。呢一份合約仲包括咗未來有機會直接入 F1， 令咸美頓成為史上最細個拎到 F1 合約嘅車手。之後佢一路升級，喺2000年成功成為歐洲卡丁車冠軍。同年，英國賽車手俱樂部為咗表揚佢喺卡丁車界嘅表現，仲頒咗個明日之星 Rising Star 俾佢。去到2001年，咸美頓正式展開佢職業生涯。第一場係英國雷諾方程式冬季賽，雖然啱啱開始試車第3圈就炒咗車，但最終都揸晒成個賽季，拎到總排名第5。2002年，佢效力 Manor 車隊，出戰全年雷諾方程式錦標賽。
贏咗3場，3個桿位，年度排第3。2003年，佢繼續留喺 Manor， 發揮得更加勁，狂掃10場勝仗，總分419分，領先第2名 Alex Lloyd 成40幾分。攞完冠軍之後，佢即刻升級轉戰3級方程式。雖然第一次參加呢個級別成績麻麻，仲試過撞到隊友送院，但係佢去到澳門同韓國大獎賽就即刻展現實力，特別係韓國一參加就拎到桿位。嗰時已經有傳媒問佢：你想唔想成為 F1 史上最年輕車手？咸美頓就答得好堅定：我唔追求年紀紀錄，我追求係學習同成長。2004年，其實咸美頓原本有機會加盟 Williams， 但因為佢哋引擎供應商 BMW 唔願出錢資助呢單 deal， 結果告吹，咁佢唯有留返喺麥拿倫體系，繼續揸 Manor 賽車跑 F3 歐洲系列賽。嗰年雖然淨係贏到1場，但表現都算穩定，年度排第5，仲贏埋巴林 F3 大獎賽。到年尾，佢第一次參加麥拿倫喺 Silverstone 嘅 F1 測試，真正接觸到頂級 F1 資源。到咗2005年，咸美頓加盟咗 F3 衛冕冠軍隊 ASM， 季內20場比賽狂贏15場，只係喺 Spa 嗰站因為技術犯規輸咗。不過佢都贏埋 F3 大師賽，成為年度最光芒四射嘅新星。連 Autosport 都將佢列入年度50大車手榜單。去到2006年，咸美頓升咗上 GP2 系列賽，加入咗 ASM 姊妹隊 ART Grand Prix。呢隊其實上年啱啱俾羅斯堡帶到攞咗總冠軍，所以外界對咸美頓期望都好高。結果佢冇令人失望，第一年已經壓過 Nelson Piquet Jr. 同 Timo Glock， 成功封王。佢嗰年表現真係神乎其技，喺 Silverstone 啲高速彎道一圈爬2架車頭，去到伊斯坦堡由第18位狂追到上第2位，完全係睇到人拍爛手掌，最後用12分嘅優勢攞咗總冠軍。啱啱好多年 F1 圈有空位，Montoya 轉戰美國賽車， Raikkonen 跳槽法拉利，所以麥拿倫突然有車手空缺。經過一輪考核之後，咸美頓擊敗咗 Pedro de la Rosa 同 Gary Parfit， 成功攞到機會，仲要一出道就做世界冠軍 Alonso 嘅隊友。雖然車隊早喺9月已經通知佢升上 F1， 不過因為唔想俾舒密加宣布退休而搶咗焦點，所以拖到11月先正式對外公佈。由嗰刻開始， F1 歷史就開始咗新一章。2007年，麥拿倫用 Alonso 配咸美頓呢個超夢幻組合，前者係2屆世界冠軍，後者就係麥拿倫親自栽培多年嘅未來希望。背景又係平民出身，又係 F1 史上第1位黑人車手，好有話題性。咸美頓一出道已經震驚全場，首場澳洲站就拎季軍，成為 F1 史上極少數第一次出賽就上頒獎台嘅車手。之後巴林、西班牙連續拎亞軍，一度攞到積分榜第1，仲打破咗 Bruce McLaren 保持咗咁多年嘅最年輕領跑車手紀錄。到咗摩納哥，佢又再上台，不過賽後講嘢就開始有啲火藥味，暗示車隊唔俾佢挑機 Alonso， 搞到之後埋下咗隊內矛盾嘅種子。去到加拿大，咸美頓人生第一次奪得崗位兼分站冠軍，之後美國站又再贏多場，仲成為1980年代以嚟第一個喺美國贏 F1 賽事嘅英國車手。風頭真係一時無兩。法國同英國站，佢繼續穩定發揮，保持上頒獎台優勢，仲追平 Jim Clark。自1963年以嚟，英國人連續登台紀錄，但好景不常。歐洲站遇上大暴雨，咸美頓喺排位賽就因為輪胎螺絲問題炒咗車，正賽又因為打滑衝出碎石堆。不過因為架車冇熄火，俾起重機掉返入賽道，繼續比賽。雖然跑得完，但引發超大爭議。FIA 之後更改規則，以後唔可以用吊車將車送返賽道。最爆炸係匈牙利站，內戰正式爆煲。排位賽尾段，
Alonso 喺 pit lane 特登阻住咸美頓出場，結果佢被罰退5名，而車隊亦被取消當場車隊分數。咸美頓直情話自己俾人玩嘢，英國傳媒仲話佢喺無線電鬧爆老細 Ron Dennis， 兩個人關係跌到落谷底。之後幾站，咸美頓同 Alonso 鬥到火星撞地球。Alonso 喺比利時追翻分數，但日本雨戰又炒車，咸美頓再度拋離。可惜去到中國，車隊決策失誤，令到咸美頓冇及時入 pit， 最後喺 pit 入口打滑，衝咗入碎石堆，出局收場。嚟到巴西收官戰，咸美頓只要穩穩陣陣就可以封王，但第一圈就已經衝出賽道，後尾又有波箱問題，一度慢咗成40秒。最終雖然追到第7，但都係輸咗1分俾 Raikkonen， 錯失咗史上最年輕世界冠軍寶座。更加戲劇性嘅係賽後 BMW 同 Williams 俾人查燃油違規，如果成績被取消，咸美頓就可以升到第5位封王。不過 FIA 認為唔應該改結果，維持原判。咸美頓亦都冇怨言，話自己唔想靠其他人犯錯而贏冠軍。呢一年，咸美頓唔單止喺賽道上大殺四方，仲喺場外捲入唔少風波。摩納哥隊領風波，匈牙利站 radio 爆粗，同 Alonso 關係破裂，壓力爆棚。而喺季尾 ，Alonso 同麥拿倫分道揚鑣，合作只係維持咗1年。咸美頓就用一個充滿高潮同爭議嘅處子年，正式喺 F1 留低佢嘅名。去到2008年，麥拿倫宣布由上年喺雷諾嘅芬蘭車手 Heikki Kovalainen 頂替 Alonso， 成為咸美頓新一年嘅隊友。同一時間，咸美頓同車隊簽咗一份長達5年嘅新約，意味住佢會一直效力到2012年。車隊對佢期望極大，簡直可以話係重心栽培。新賽季開波第一場澳洲站，咸美頓由崗位起步，由頭帶到尾，開局完美。但下一站馬來西亞就出事，排位賽阻咗 Heidfeld 個快圈，被罰退5名，結果要由第9名起步。雖然最後追到第5，但都錯失咗連勝機會。之後去到西班牙，佢又再上頒獎台攞返個季軍。土耳其更加硬撼贏對手拎亞軍。再到摩納哥嗰場雨戰，喺變幻莫測嘅天氣下頂住壓力攞返冠軍，又再上返積分榜首。不過嚟緊嘅挑戰仲多，咸美頓喺加拿大站 pit lane 出口冇睇到紅燈，直接撞埋前面停低緊嘅 Raikkonen， 兩個齊齊退賽。咸美頓仲被罰下一場法國站，要退後10名起步。英國站又係落雨，但咸美頓一場超神發揮，由第4起步變成一枝獨秀，喺銀石主場狂贏對手，連 F1 評論圈都話呢場係佢生涯其中一場最經典勝仗。連咸美頓自己都話呢場係佢最辛苦、最有代表性嘅勝利。之後德國站佢錯失咗 safety car 時機，但後段靠超車技術硬撐返上去，最後都成功贏咗。去到比利時 Spa， 佢同 Raikkonen 正面對決，咸美頓喺最後幾圈為咗避車走咗出界，但之後再超返 Raikkonen， 但賽會判佢拎到非法優勢，罰加時25秒，即刻由冠軍跌落第3，反而令到馬莎執咗個冠軍，積分被拉近到得返2分。麥拿倫即刻上訴，但結果係照維持原判。去到意大利蒙扎落大雨，咸美頓最尾只係得第7，領先優勢得返1分。去到新加坡第一次夜戰，咸美頓跑返個第3，但馬莎竟然0分，差距又拉返去7分。不過好景不常，日本富士一開賽，咸美頓剎車太遲，差啲撞車，被罰行 pit 1次。之後又同馬莎夾車，兩個人都被罰，最後咸美頓只係排第12，馬莎仲意外拎到1分。賽季剩返2場，咸美頓領先5分。中國站佢一改之前錯失機會嘅頹勢，完美演出，由頭帶到尾，攞返場硬淨嘅勝仗，將差距拉到7分，帶住個唔錯嘅優勢入最後一戰巴西。嚟到聖保羅收官戰，條數好簡單，如果馬莎贏到今場，咸美頓就一定要拎第5名或以上先可以封王。
但比賽開始前突然落雨，咸美頓由第4起步，幾圈之後換返乾胎，一度跌到落第6，之後硬撐追返上第5，但最後幾圈又再落雨，佢同 Vettel 一齊入 pit 換雨胎，出返嚟仲係第5。不過去到倒數第2圈 ，Vettel 過咗咸美頓，咸美頓跌落第6，就喺最後一圈，前面 Glock 未換雨胎，落雨用乾胎，速度極慢，咸美頓同 Vettel 一齊過咗佢。咸美頓以第5名過終點，成功以1分優勢擊敗馬莎，攞到人生第1個世界冠軍。呢個時刻唔單止係佢個人里程碑，更加係 F1 歷史上面一個轉捩點。咸美頓成為 F1 史上最年輕世界冠軍，第1位奪冠黑人車手，亦都係自從1996年 Damon Hill 之後第1個英國世界冠軍。一季風波連場，壓力爆棚，最後終於完季，完美封王。不過2008年除咗場上精彩，場外亦有唔少令人震怒嘅爭議，特別係種族歧視。季前去西班牙做測試嘅時候，現場有啲觀眾真係低能到極點，搽黑塊面、戴假髮、舉住啲侮辱字句，公然針對咸美頓搞種族歧視，場面惡劣到 FIA 要正式發起反歧視運動。後段更加離譜，竟然有間西班牙廣告公司搞個網站，叫人放陷阱等咸美頓爆胎，喺虛擬賽道玩仇恨。呢啲行為惹嚟全世界猛烈抨擊，連 Alonso 都出嚟講公道說話，譴責搞種族主義嘅人。到2009年第1場比賽澳洲站，咸美頓因為排位賽之後換波箱，要罰退位，結果只係由第18位起步。不過場上後段 Red Bull 嘅 Vettel 同 BMW 嘅 Kubica 車，咸美頓執到頭彩，第4名過終點。之後 Stroll 又因為喺 Safety Car 之下非法爬頭被罰，咸美頓就變成咗季軍。但好快風雲變色，賽後開聽證會嘅時候，咸美頓同麥拿倫啲人死口唔認係特登俾 Charlie 爬頭，但賽會後來公開咗車隊無線電錄音，證明佢哋講大話。結果咸美頓被判提供誤導性證供，直接 DQ 取消資格。咸美頓事後都好內疚，親自向賽事總監 Charlie Whiting 道歉，仲話呢件事係佢人生最難捱1星期，嚴重到一度諗過退出 F1。接落嚟幾場比賽，馬來西亞、中國、巴林、咸美頓都係拎啲零星分數，直到第10站匈牙利，佢終於翻身，以超過11秒擊敗 Raikkonen 攞咗個分站冠軍。呢場都係 F1 歷史上第1場由 KERS 動能回收系統車贏比賽。之後去到瓦倫西亞拎亞軍，再到新加坡再贏一場今季第2場冠軍。日本站、巴西站都上咗頒獎台。去到第一次舉辦 F1 嘅阿布扎比站，咸美頓由頭帶到尾，帶得好順。不過行到第20圈之後，剎車竟然壞咗，最後退賽，成為咗佢 F1 生涯第1場技術性退賽。嚟到2010年，Heikki Kovalainen 走咗去 Lotus， 咸美頓新隊友係巴頓 Jenson Button。喺第1站巴林，咸美頓就贏返個季軍。第2站澳洲，尾段俾 Webber 撞咗一下，跌落第6完賽。第3場馬來西亞排位賽，車隊估錯天氣，用錯胎，咸美頓只係排到第20。不過正賽就靠佢技術追返上第6。比賽入邊佢4次左右偏擋 Petrov， 想借尾流爬頭，最後賽會就警告佢唔可以咁樣亂喐，因為規則只准轉一次線。去到中國，咸美頓就第2，巴頓贏咗比賽，係麥拿倫久違做返個1、2。但咸美頓同 Vettel 喺 pit lane 爭位嗰幕，賽後都有被賽會警告。巴塞隆拿呢場，咸美頓起步第3，但尾段鋁圈壞咗，直頭衝咗去護欄，退賽收場。佢摩納哥只係得第5完賽。去到土耳其站，終於攞到2010第1場勝仗，同巴頓再次1、2包辦頒獎台。去到加拿大，咸美頓喺排位衝咗個鋪，不過唔夠油，聽咗車隊指示停喺賽道，FIA 罰佢車隊1萬蚊美金，
但冇影響正賽冠軍，亦因為咁升上積分榜第一。麥拿倫再做多次1-2完賽，不過下一站瓦倫西亞又有插曲。Alonso 投訴咸美頓喺 Safety Car 出場時非法爬頭，結果咸美頓食咗個 Drive Through。但搞笑嘅係罰完之後，佢都保持住第2名完賽。Alonso 事後勁嬲，話賽會反應太慢。咸美頓就回敬話佢酸葡萄，不過後來兩個都和解返。去到英國主場，咸美頓攞第2，德國就攞第4。喺 Spa 落個碎石堆，但照樣贏咗，升返榜首。不過之後又2連炒，Monza撞，新加坡又撞，2場0分，積分跌落去第3。尾段3場，日本攞第5，韓國攞第2，巴西第4，最後阿布扎比，咸美頓就拎返個亞軍。不過分站冠軍 Vettel 就喺度封王，仲順手打破咸美頓當年保持住嘅最年輕世界冠軍紀錄。2011年賽季尾開始，咸美頓就已經忍唔住串 Red Bull 一句，話佢哋淨係間飲品公司。點知 Red Bull 當年真係勁到無人可擋，咸美頓串還串，最後都係搞唔掂人哋。開季澳洲站，咸美頓喺比賽期間衝咗去緩衝區，底板撞到壞咗，不過仲堅持跑完拎到第2名。馬來西亞站因為爆胎，加上俾 Alonso 撞咗一下，最後只係得第7，仲因為防守不當被罰加時，跌多1名，淪落第8。中國站就終於打破咗 Vettel 嘅4連勝，做咗中國站歷史上第一位攞到2次冠軍嘅車手。之後土耳其同西班牙站就表現麻麻地，分別拎第4同第2。嚟到摩納哥站排位時，因為 Perez 炒車出紅旗，咸美頓冇時間刷快圈，正賽佢先撞咗馬莎被罰，之後又俾 Alguersuari 撞到尾翼，好彩有紅旗出，可以入 pit 整車。賽後佢有啲唔忿氣，自嘲話可能因為我係黑人，所以先成日針對我，引起咗唔少風波。不過最終賽會冇再追究。去到加拿大站，咸美頓同自己隊友不騰撞車，直接退賽。瓦倫西亞站同銀石站就唔算特別出色，但係都能夠跑入 Top 4。去到德國站，咸美頓攞到第2個分站冠軍。匈牙利站5次入 pit， 期間仲被罰咗1次逼人出界，最終以第4收場。Monza同舒麥加互相較勁好幾圈，雖然咸美頓最後得第4，但都表示對舒麥加嘅防守冇怨言。新加坡又同馬莎炒車，換鼻翼加罰。馬莎賽後嬲到爆粗，話佢揸車唔用個腦，2個人關係搞到更加差。日本站又撞，但今次冇被加罰。韓國站咸美頓做到 pole， 終結咗 Red Bull 連續16場都攞到崗位嘅紀錄。不過正賽又俾 Vettel 贏返，攞唔到冠軍，最後得第2。印度站佢排位被罰退3位，正賽又再同馬莎鬥，拎到第7。阿布扎比站就再次贏比賽。去到巴西站，因為波箱壞咗要退賽，不過季尾佢同馬莎總算握手言和。轉眼去到2012年，咸美頓繼續同巴頓一齊效力麥拿倫，開季連續3場，澳洲、馬來西亞同中國都攞第3，巴林起步第2。不過幾次 pit 都出事，搞到跌晒鑊，只係得第8。嗰場又有同羅斯堡爭線，搞到外界又話佢危險駕駛。西班牙站原本排位拎到鋪，但係因為油量唔夠被 DQ， 變咗要尾位起步，結果仲可以追返上第8，都算叫交到功課。摩納哥由第4起步，最後得第5。去到加拿大站，佢成功超越 Alonso， 攞到呢季第1個分站冠軍，亦都係佢第3次喺蒙特利爾贏比賽。之後去歐洲站就唔好彩，尾段俾馬杜納度野蠻咁撞出賽道，白白失分。喺德國仲因為爆胎成為市場唯一一位退賽車手。不過匈牙利就強勢翻身，再次攞到分站冠軍，氣勢重拾。比利時站第1圈就撞車，咸美頓同 Alonso 一齊退賽。去到 Monza 重奪鋪同冠軍，積分即時升翻上第2位。不過新加坡雖然鋪出發，但係因為波箱壞咗又退賽，成個氣勢又被打斷。接住3場比賽都冇上頒獎台。
阿布扎比本來海放對手，不過又喺第20圈出問題，油壓壞咗要退賽。美國站表現精彩，起步第2，最後擊敗 Vettel 成功贏比賽。去到收官戰巴西站，咸美頓一直領先，但最終被 Hülkenberg 撞咗退賽。呢一場亦都係咸美頓效力麥拿倫嘅最後一場比賽，佢結束咗6年紅白戰袍嘅生涯，準備下一章加盟平治。喺2012年9月28號，咸美頓終於官宣會喺季尾離開麥拿倫，轉投 Mercedes-AMG 車隊，搭檔嘅就係佢卡丁車年代嘅老友羅斯堡，兩人簽咗份為期3年嘅合約，正式揭開咸美頓 F1 生涯新一章。去到2013年開季澳洲站，咸美頓喺排位拎到第3，但正賽表現中規中矩，最後以第5名完賽。第2場馬來西亞大獎賽就攞到第3，首次幫平治登上頒獎台。雖然羅斯堡尾段好似想爬頭，不過車隊指令叫羅斯堡收油，咸美頓成功守住個位。第3站中國站，咸美頓攞到佢加盟平治之後第1個鋪。雖然未能轉化為冠軍，但已經開始見到 W04 戰車潛力開始爆發。不過中段賽季開始，佢連續3場俾羅斯堡打低，包括摩納哥站。咸美頓自己都講話佢仲喺適應緊部車嘅制動系統，操控上未去到最好。直到匈牙利大獎賽，咸美頓終於爆發，喺佢平治生涯攞到第1場勝利。佢由鋪出發，一路帶頭衝線，最後比第2名嘅 Kimi Raikkonen 快咗成11秒。呢場勝利唔止係咸美頓個人意義重大，仲係自從1955年 Stirling Moss 喺銀石為平治贏比賽之後，第一位揸平治贏 F1 嘅英國車手。之後咸美頓個人氣勢都唔錯，一直穩定攞分，仲一度升上車手榜第4。比利時站佢再度攞到鋪，第5次出現頭位起步，最後以第3名完賽。不過由呢場開始到季尾都冇再上過頒獎台。總結2013年，咸美頓攞咗5個鋪，一場分站冠軍同多場穩定得分，最後以全年車手榜第4名完季。雖然 W04 嘅速度開始有啲睇頭，但當年平治最大問題就係輪胎磨損太快，好多場明明排位好勁，但一去到正賽就頂唔住，錯失咗唔少機會。咸美頓自己都講，原本以為加盟平治只係賭一鋪，點知部車真係幾快，反而俾佢預期中驚喜。去到2014年 F1 規則大改，車手可以揀一個永久車號同佢一世。咸美頓揀咗44呢個號碼，因為細個卡丁車嗰陣都係用呢個數。喺西班牙季前測試一完，大家都估到今年平治會好勁，部車明顯快過其他隊一大截。結果去到開季澳洲站，咸美頓就已經拎到鋪啦。不過可惜引擎壞咗，要提早收工。反而羅斯堡一枝獨秀，贏到比賽，仲快對手成20秒。第2場馬來西亞，咸美頓就正式爆發，唔單止再一次拎鋪，仲一條龍贏晒，係平治自1955年以嚟首次喺正賽攞鋪又贏比賽。第3場巴林賽就精彩到好似電影咁，羅斯堡拎鋪，正賽咸美頓起步快過佢，兩個人你一拳我一腳咁鬥足幾十圈。咸美頓先用軟胎，但中段有安全車出嚟，搞到形勢又翻天覆地。最後兩個人激鬥到最後幾圈，咸美頓頂得住壓力，贏埋呢場，係佢自2010年之後第一次2連勝。去到中國站，咸美頓再拎鋪，再一條龍帶晒頭圈到尾，隊友羅斯堡又做第2。咸美頓成功完成 F1 生涯第一次帽子戲法，連贏3場。平治去到西班牙繼續冇人可擋，咸美頓有鋪又贏，已經4連勝。羅斯堡再一次做副車。去到摩納哥站有啲爭議，羅斯堡排位喺 Mirabel 彎煞唔切出界，引發黃旗，搞到咸美頓最後一圈冇得刷新時間，失去咗鋪。雖然事後裁判話羅斯堡冇犯規，但咸美頓心入邊就當然唔多順氣，
正賽羅斯堡贏，咸美頓排第二。去到德國站，咸美頓排位個剎車系統壞咗，要由第20位起步，最後狂追上去都拎到第3。匈牙利更加誇張，佢排位起火，冇得參加，要由 pit lane 起步，照樣追到上第3，仲頂住唔肯讓車俾羅斯堡。暑假之後第一場比利時就出事，開波第2圈就同羅斯堡撞車，咸美頓後胎爆咗，最後退賽。之後佢就連續喺意大利、新加坡拎鋪加贏正賽，重奪車手榜榜首。去到日本、俄羅斯、美國，咸美頓又係一場接一場咁贏。F1 生涯第一次5連勝，進入無敵模式。阿布扎比收官戰之前，佢已經拎咗9場勝利。最後喺阿布扎比，羅斯堡部車壞咗，咸美頓再度一條龍贏排位正賽，拎埋第10勝，正式成為2014年世界冠軍，仲打破晒所有英國車手嘅紀錄，成為英國歷史上贏得最多 F1 分站冠軍嘅車手。賽後佢喺頒獎台講：今日係我人生之中最開心嘅一日。呢一年，咸美頓仲攞埋 BBC 體壇風雲人物大獎，正式站穩 F1 天王地位。2015年季前測試一開始已經見到平治架 W06 好勁，快之餘耐用程度都嚇死人。成個測試週期淨係用咗一副引擎，圈數多過晒其他車隊。第一場澳洲站，咸美頓拎鋪，快羅斯堡接近0.6秒，馬莎排第3，都比佢大開成秒幾。正賽就更加冇得傾，咸美頓一支箭衝線，羅斯堡第2 ，Vettel 第3，咸美頓領先成34秒，完全冇得追。不過去到摩納哥就出事，咸美頓由頭帶到尾，帶足65圈，本來贏硬，但點知尾段車隊突然叫佢入 pit 換胎，結果俾羅斯堡同 Vettel 趁機過晒，搞到最後只得第3。賽後成隊俾人鬧爆，話戰術判斷失誤，簡直係送冠軍出去。喺摩納哥站前後，平治就宣布咗咸美頓續約3年，一簽就簽到2018年尾。佢親自落場談判，傳聞成份合約值過億英鎊，直接變成 F1 最高薪車手之一。仲有個特別條款，咸美頓保留自己嘅肖像權，可以控制佢嘅個人品牌同贊助，而且將來冠軍車同所有獎盃都可以歸佢自己收藏。喺 F1 歷史都算罕見。去到英國站主場作戰，咸美頓連續第2年贏 Silverstone， 仲打破咗傑奇史都華嘅紀錄，成為連續最多圈帶頭 lead laps 嘅英國車手。雖然去到匈牙利大獎賽只係得第6，中斷咗佢連續16場登台嘅紀錄。呢個亦都係 F1 歷史上第2場嘅紀錄，但好快又反彈。比利時同意大利站，咸美頓連贏2場，再一次擴大領先優勢。新加坡就冇咁順利，排位只係得第5。正賽原本追上第4，但賽車出現動力單元問題，最終要退賽。羅斯堡之後嗰一場都出事，引擎壞要退出。咸美頓就順勢將車手榜優勢拉到53分。去到美國站，咸美頓亦都贏咗，提前3場就封王，正式攞到佢人生中第3個世界冠軍。由頭帶到尾，表現非常穩定。2015年可以話係佢賽車生涯其中一個最強勢、最成熟嘅一季。2016年，平治繼續係 F1 稱王稱霸，但隊內就打大交，咸美頓同羅斯堡兩個老朋友正式決裂，由頭鬥到尾，將成季變成一場超級火爆內戰。咁多年積壓落嚟嘅恩怨，終於一次過爆晒出嚟。冠軍爭奪變成 F1 史上最勁對決之一。開季澳洲站咸美頓鋪出發，但起步甩碌俾羅斯堡過咗，最後淪為第2。下一場巴林又重演相似戲碼，雖然攞咗頭位，但1號彎就撞到 Bottas， 車身有損，只係得個第3。之後中國、俄羅斯2場咸美頓排位都唔掂，要由後面追上嚟。雖然表現勁，但羅斯堡就連贏4場，分數拉開得好快。
去到西班牙站就發生咗成季最大件事。開頭兩個人爭位，羅斯堡入錯 engine mode 出彎慢咗，咸美頓見有機會，結果俾羅斯堡逼出草地，再撞埋一齊，兩個齊齊退賽。車隊話係賽道事故，唔追究，但氣氛已經一發不可收拾。咸美頓之後反彈，贏咗摩納哥同加拿大，逐步追翻啲分。不過巴庫嗰場排位出事，加埋 engine mode set 錯，只係得第5。之後奧地利同英國連贏2場，英國更加係3連勝，重返爭標行列。匈牙利、德國再連勝，成功反超羅斯堡，氣勢如虹。但暑假返嚟形勢急轉直下，比利時站咸美頓換咗多件引擎零件，要由第21名起步。雖然勁追上返第3，但羅斯堡輕鬆贏咗。意大利站又起步甩碌，追返上第2，但羅斯堡連贏2場，再次攞返榜首。新加坡又係羅斯堡贏，咸美頓因為操控唔順，再加自己有啲甩漏，得個第3。馬來西亞原本係咸美頓黃金機會，頭位出賽一路領先，點知比賽尾段部車引擎着火退賽，痛失25分。羅斯堡開頭俾人撞到跌到尾2，最後都追返第3。呢場之後，咸美頓落後23分，直言對命運好唔甘心。去到日本站，羅斯堡又贏，咸美頓起步再失誤，又得第3。冠軍希望越嚟越渺茫。雖然之後美國、墨西哥、巴西連贏3場，巴西嗰場落雨佢表現超班，但羅斯堡都拎到第2。冇俾機會咸美頓追近。去到決戰阿布扎比，咸美頓唯一翻盤機會就係自己贏，羅斯堡入唔到3甲。佢成功攞鋪開賽之後一路領先，但去到尾段突然放慢，特登想 Vettel 同 Max 追上羅斯堡，製造壓力。雖然車隊叫佢加速，佢都堅持慢慢行，想隊友被夾擊。可惜羅斯堡撐住第2名。咸美頓就算贏咗都唔夠分，拱手讓出冠軍。賽後有人批評佢唔聽車隊指示，但佢話：我冇做危險嘢，我係領先緊，當然可以自己控制比賽節奏，規則又冇話唔得。最戲劇性嘅係羅斯堡喺攞冠軍之後幾日就宣布退役，震撼全世界。佢話完成夢想不如趁高峰離場。咸美頓都冇特別感慨，只係話我理解佢點諗，但我會繼續喺呢度為勝利而戰。2016年就喺咁樣一場頂級內戰之下收結，羅斯堡封王，轉身離場。咸美頓堅持信念，繼續戰鬥。呢一年唔止係速度與冠軍嘅鬥爭，更加係性格、壓力、意志力嘅全面交鋒，係 F1 近代最具戲劇張力嘅一季。2017年平治揾人頂上羅斯堡個位，結果就用 Williams 表現穩定嘅 Bottas 同咸美頓組成2017新陣容。新一季第一場喺澳洲墨爾本開鑼，咸美頓用排位優勢起步領先，但佢太早入 pit 換胎，出返嚟啱啱好俾 Max 阻住，搞到佢發揮唔到圈速。Vettel 就啱啱捉到機會，憑策略成功 undercut 反超，攞咗開門紅。大家都睇得出，法拉利經過東測已經大幅進步，平治唔再係想贏就贏嗰種主宰級距離。接住落嚟就係 Vettel 同咸美頓兩個世界冠軍級車手嘅龍爭虎鬥，互有勝負。咸美頓喺英國銀石主場攞咗佢第5場主場冠軍，追平英國傳奇 Jim Clark 同 Nigel Mansell。Vettel 就因為爆胎跌咗去第7，咸美頓順勢拉近分數。但匈牙利站形勢又轉返，咸美頓一開始排喺 Bottas 後面，車隊話為戰術考慮，要 Bottas 讓位俾佢去追前面2部法拉利。雖然 Vettel 架車有軚盤問題，但防守夠硬淨，連同 Raikkonen 護航，咸美頓都冇辦法爬頭。最後一圈，咸美頓真係還返個位俾 Bottas，展現咗體育精神。不過呢場之後，佢又再次被 Vettel 拉開14分。放暑假之後第一場比利時，咸美頓迎嚟生涯第200場 F1 正賽。呢場佢攞咗第68個鋪，
追平舒麥加紀錄。正賽仲頂住 Vettel 咬住唔放嘅壓力贏咗，算係下半季反攻嘅起點。去到意大利站，咸美頓喺落雨嘅排位賽輕鬆拋離對手超過1秒攞鋪。正賽都係一放到底 ，Bottas 排第2，平治包辦頭1、2。咸美頓喺積分榜正式反超 Vettel。歐洲賽段完美收官，嚟到新加坡係成季最緊要嘅轉捩點。排位賽咸美頓只係排第5，前2排係法拉利同 Red Bull， 但開賽第1圈就出事 ，Vettel、Raikkonen 同 Max 3架車撞埋一齊，全數退賽。咸美頓見勢即刻搶返第1。呢場比賽徹底改寫之後，冠軍走勢。之後馬來西亞平治整咗套新空力升級套件，但係平衡出現問題，車隊決定用分裂策略。咸美頓用舊 set，Bottas 用新 set。咸美頓成功頂住 Red Bull 攻勢，攞咗個第2。Vettel 因為引擎故障排尾2起步，追到第4。下一場日本 Vettel 開頭就因為火牛故障退賽，咸美頓再攞冠軍，積分拉開到59分，基本上大局已定。美國站咸美頓又打破紀錄，攞第72個鋪。開場雖然一度俾 Vettel 過咗，但第6圈已經反超返頭位，最終幫平治連續第4年攞車隊冠軍。咸美頓喺車手榜領先66分，去到墨西哥只要入到前5就提前封王。墨西哥站頭幾圈咸美頓同 Vettel 又撞，咸美頓爆胎跌到包尾，不過最後都追到第9，夠積分提早2場奪得個人第4個世界冠軍，成為現役車手最勁之一。之後巴西站咸美頓排位撞牆，要由 Pit Lane 起步，但佢一樣狂追，追到第4。收官戰阿布扎比，雖然攻唔到 Bottas， 但都有第2，為呢個充滿紀錄、轉捩同逆轉嘅賽季畫上句號。2017年咸美頓由一開始嘅策略失誤，到後段逐步穩住陣腳，喺好多關鍵位都發揮得又冷靜又精準，證明自己唔只有速度，仲有智慧同抗壓力。呢個冠軍唔單止係速度勝利，更加係心態、技術、經驗全面升級之後嘅成果，為佢之後稱霸 F1 打咗好穩嘅基礎。去到2018年，成個賽季焦點都擺晒喺2個4屆世界冠軍咸美頓同 Vettel 之間嘅對決。咸美頓喺澳洲墨爾本開幕戰就攞咗個創賽道紀錄嘅第7個桿位，不過最後冠軍就俾 Vettel 搶走咗。去到德國站之前，咸美頓同平治簽咗份新合約，全文2年，為4000萬英鎊1年，等於差唔多年薪5000萬美元。當時仲一度成為 F1 史上收入最多嘅車手。富比士2019年全球運動員收入榜上面，佢甚至排到第13名，真係吸金王。不過呢年 Vettel 表現就唔太穩陣，開始頻頻出錯。喺德國大獎賽，佢自己衝出賽道撞牆退賽，攞唔到分。到意大利芒扎首圈就失誤跣胎，去到日本又同 Max 撞車，結果又係損失大量分數。咁啱喺美國站之前，數學上只要咸美頓可以喺分數上拋離 Vettel 多8分，就可以提前封王。不過美國站一開波 ，Vettel 又撞到 Daniel 一下，跌到第14位。但佢之後搏命追，喺第12圈就入 pit 換咗套軟胎，打算捱完成場。但同時間咸美頓嗰部車後胎開始出現問題，撐到第37圈，終於要入 pit 換胎。比賽去到第54圈，咸美頓同 Max 鬥得好緊，差啲就過到佢，但 Max 守得住。另一邊廂，咸美頓隊友 Bottas 都頂唔住，俾 Vettel 過咗，仲壓到賽道邊啲碎片。就係咁，咸美頓就唔夠分，提前封王。但最後贏嗰個竟然係 Raikkonen， 係佢自從2013年澳洲大獎賽之後第一場勝仗，真係經典回歸。而咸美頓雖然只係第2，但賽後喺積分榜上已經拋離 Vettel 成70分。下一場去到墨西哥站，咸美頓淨係要完賽排前啲就夠分封王，佢穩穩陣陣拎咗個第4收工。
成功連續第2年喺墨西哥提前封王，攞到佢人生第5個世界冠軍。呢個成就令夏美頓正式追平傳奇 Juan Manuel Fangio， 僅次於舒麥加7冠王，成為 F1 史上第3位達到5冠嘅車手。夏美頓喺2018年封王之後冇停低腳步，佢早喺年頭就同平治再續約，一直簽到2020年。等大家都清楚知道佢會繼續以衛冕者身份衝擊第6個世界冠軍。成個2019年賽季，平治依然保持極高水準，賽車穩定，戰術成熟，加埋夏美頓自己嘅經驗同埋冷靜，基本上冇人追到佢。雖然賽季中段曾經有啲起伏，例如 Red Bull 喺奧地利爆冷贏咗場，但整體嚟講夏美頓一路領先。去到美國站，夏美頓只要穩穩陣陣就可以提前封王。喺美國大獎賽，夏美頓冇贏到冠軍，但拎咗個第2，已經足夠累積，足夠積分提早封王，成功連續第3年攞世界冠軍，而且呢個冠軍仲係佢 F1 生涯第6個。咁樣佢就正式超越傳奇 Fangio， 成為 F1 歷史上第2多世界冠軍嘅車手，僅次於王者舒麥加。嚟到2020年，全球都受住新冠疫情影響， F1 都唔例外，成個賽程打亂晒，唔少站取消或者延期。但就算係咁，夏美頓同平治依然一樣穩定。年中，夏美頓宣布成立佢自己嘅車隊 X44， 計劃參加2021年嘅 Extreme E 全電動越野系列賽。呢個系列主打環保同可持續發展。雖然佢唔會親自上陣比賽，但佢會以投資人同顧問身份參與，繼續喺賽車界拓展影響力。而喺 F1 賽季方面，夏美頓保持咗極高狀態。最關鍵嘅一站，無疑係11月嘅土耳其大獎賽。嗰日條賽道又濕又滑，唔少車手都手忙腳亂。但夏美頓靠住佢嘅經驗、車感同耐性，由頭到尾穩住節奏，最後順利衝線，攞咗分站冠軍。更重要嘅係，呢場勝利亦令佢提早封王，正式攞到 F1 生涯第7個世界冠軍，追平咗舒麥加嘅紀錄，成為歷史上最多冠軍嘅車手之一。不過賽季尾段亦都有突發，嗰年12月1號 F1 官方宣布夏美頓 COVID-19 測試呈陽性，迫不得已缺席。呢場比賽由後備車手 George Russell 羅素代替佢上陣。羅素平時效力 Williams， 今次臨時頂上，仲跑出超水準表現，令外界對佢嘅實力刮目相看。去到年尾12月31號，英女王伊麗莎白2世公布新年榮譽名單，夏美頓被正式冊封為爵士 Sir Lewis Hamilton， 成為英國第3位獲得爵士頭銜嘅 F1 車手。其實早喺佢第7次封王之後，英國首相 Boris Johnson 就已經公開話要確保夏美頓得到應有嘅榮譽，封爵正正就係對佢多年貢獻最好嘅肯定。夏美頓喺2020年證明咗佢唔單止係速度之王，更加係精神領袖。即使面對疫情、身體挑戰、賽事波動，佢都依然情穩頂尖，為 F1 歷史寫低另一頁傳奇。嚟到2021年，成個 F1 焦點都集中喺2位頂級車手身上，夏美頓同 Max Verstappen 韋斯托本。佢哋2個一路爭到尾，唔止成績接近，每場比賽都好有火花，真正上演咗王者對新王嘅終極對決。夏美頓當然係想攞第8個世界冠軍，打破佢同舒麥加並列7冠嘅歷史紀錄。7月嗰陣，夏美頓同平治正式續約簽到2023年，表示佢冇諗住退落嚟，繼續為冠軍拼搏。成個賽季入面，夏美頓贏咗8場分站，當中俄羅斯站更加係佢 F1 生涯第100場勝利，成為歷來第1位達到呢個里程碑嘅車手，堪稱傳奇。嚟到收官戰阿布扎比站，一切仲未塵埃落定。夏美頓同韋斯托本積分打和，等於一場定生死。比賽初段，夏美頓表現穩定，全程領先，直到第53圈，
威廉斯車手拿 Latifi 喺第14彎撞牆，安全車出動，戰局完全翻天覆地。賽事總監 Michael Masi 決定淨係放中間5部慢車爬頭，變相等韋斯托本直接貼住咸美頓，最後一圈靠新胎過咗咸美頓，以一圈定勝負姿態搶走冠軍。賽後平治提出抗議，指控賽會處理唔合規格，但 FIA 拒絕上訴。咸美頓賽後表現風度，親自向韋斯托本道賀。不過外界普遍覺得成場比賽嘅判決極具爭議，影響咗比賽公平性。2022年 F1 大改例，改咗地面效應設計，車底吸力強咗，希望令比賽更加緊湊。不過平治喺新車 W13 上面就陷入咗前所未有嘅難關，車速冇優勢之餘，成日出現嚴重海豚跳，搞到咸美頓都揸得好辛苦，連續幾場比賽都好似摸唔到節奏。呢年佢有個新拍檔 George Russell 羅素，結果唔少賽事入邊，羅素表現比咸美頓仲穩定，令外界開始質疑咸美頓係咪走下坡。不過咸美頓冇放棄，喺加拿大、英國、法國、匈牙利都穩定上頒獎台，特別係英國站，佢喺高速彎連過 Leclerc 同 Perez 一幕，被視為年度最佳爬頭之一。去到年底巴西站，平治終於揾到平衡點，羅素奪冠，咸美頓緊隨其後，攞咗第二，成為嗰年車隊唯一一場頭1、2完賽。可惜咸美頓全季冇一場分站勝利，亦冇攞到一個 pole position， 係佢 F1 生涯以嚟首次成季零勝。全年車手積分榜，咸美頓排第6，成績雖然唔理想，但佢表現出對困難逆境嘅堅持同成熟，亦為之後一季嘅反彈埋下伏筆。嚟到2023年，咸美頓繼續同隊友羅素一齊出戰。不過平治依然堅持佢哋極端零側箱設計，成績唔單止冇起色，仲一度進一步下滑。W14 開季表現浮浮沉沉，咸美頓成日喺中游掙扎，喺好多場都只係辛苦爬返上前10。賽車欠缺穩定性，加上底盤設計嘅問題，令佢好難真正發揮速度。直到摩納哥大獎賽，平治終於放棄原本嘅設計，推出所謂 B 版 W14， 即係重新加返側箱，仲改良咗懸掛同地板設計。雖然唔可以一下子改變，但至少賽車可控性好返啲。咸美頓表現亦慢慢穩定落嚟。西班牙大獎賽開始，咸美頓逐漸重拾信心，喺巴塞隆拿同埋加拿大都上到頒獎台。不過講真，平治依然追唔上 Red Bull 成績。尤其直路速度同地面效應嘅穩定性上，始終有段距離。全季入面，咸美頓喺匈牙利大獎賽終於攞到一個 pole， 令全場震驚，亦係2023唯一一次。全年總共5次上頒獎台，最好名次係第2，最後以234分排喺車手榜第3位，勉強保住面子，但距離爭冠明顯仲有距離。2024年2月1號。平治突然宣布咸美頓會喺季尾離隊，震撼全場。而法拉利幾個鐘之後就公布咸美頓將喺2025年正式加盟紅軍。呢個消息一出，成個 F1 圈都陷入瘋狂。畢竟咸美頓由2013年開始效力平治10幾年，係最成功嘅組合之一。依家竟然選擇去法拉利，明顯係為咗追第8冠最後一搏。至於賽季本身 ，W15 雖然聲稱大改，但係依然未有飛躍進步。尤其係頭幾場比賽，咸美頓基本喺中游掙扎，喺中國站衝刺賽攞過亞軍，但正賽成績麻麻。到摩納哥大獎賽，平治終於推出升級版前翼，加埋地板改進。喺之後嘅加拿大大獎賽上見到少少曙光，攞到 pole position， 士氣大振。西班牙站再上頒獎台，氣氛開始好返啲。真正嘅高峰出現喺2024年7月7號，咸美頓喺英國大獎賽爆發，面對陣雨天氣，佢冷靜操作，由第2位起步，力壓一眾強敵，
最終攞到2021年之後首個分站冠軍，全場沸騰。呢一場勝利唔止止渴咁簡單，咸美頓亦都創下多項歷史紀錄。佢係 F1 歷史上首位喺同一分站贏足9次嘅車手，同時都係唯一一個喺生涯第300場之後依然能夠分站封王嘅人。英國站呢一幕幾乎就係完美告別。季尾佢喺匈牙利再次上到頒獎台，正式達成200次頒獎台大關，一個世紀級嘅數字，幫佢喺評字生涯寫下圓滿句號。嚟到2025年，咸美頓正式披上紅軍戰袍，代表法拉利出戰。呢份轉會除咗象徵性之外，薪酬都一樣驚人，據報年薪高達4000萬英鎊，繼續成為收入最高 F1 車手之一。頭幾場比賽，咸美頓仍然適應緊法拉利操作風格同埋車隊文化，但喺中國站衝刺賽表現出色，攞到 Sprint Pole 同 Sprint 冠軍，士氣大振。不過可惜，正賽因為底板厚度磨損過度，賽後被取消成績，成為黑色一幕。雖然紅軍整體表現唔算強，但咸美頓明顯比過往幾季更有戰意。身體語言同 radio 對話都可以見到佢依然渴望第8冠。佢話過：我嚟唔係為咗退休，我係嚟爭冠軍。咁既然選擇咗法拉利，就要相信自己可以喺紅軍寫下最後一張傳奇。由2007年初出茅廬，喺澳洲大獎賽以一鳴驚人姿態登場，到經歷7冠王嘅輝煌，再到經歷低谷掙扎，再爬起身。咸美頓用接近20年時間，證明咗自己唔只係一個天才，更加係一個戰士。佢曾經被批評、被低估、被挑戰，但一次又一次以行動回應質疑。佢嘅故事唔係一路順風，而係一次又一次跌低之後，仍然選擇企返起身，再踩油向前。而家佢揀咗一條最艱難但最有象徵性嘅路，加入法拉利，喺呢度擁有最長歷史、最多支持者嘅車隊，為自己繼續爭取世界冠軍。呢場戰鬥唔會容易，但對於咸美頓嚟講，簡單從來唔係佢要嘅嘢。佢要嘅係挑戰自我，係突破極限，係成為歷史。傳奇仍然未完，而下一頁就喺紅色戰袍之下繼續寫下新一頁。